由稻草人剧团所制作的作品《气体》原本要伫咧去年演出，受到疫情影响，将戏要甲台南的乡亲见面。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为7个身体姿态内面初期意象，以现代舞蹈结合古典乐器来呈现。经过表演，接着一粒红球，演出社会各层面的荒谬情节。那创作来源的灵感呢，是来自捷克的一个经典文学作家卡夫卡法兰兹的一个创作。那卡夫卡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文学作家，可是呢，他有令人惊艳的是，他其实也画了很多非常棒的这个涂鸦的创作。舞蹈的部分是由罗文静所创作，5位专业舞者用各自的身体特色来诠释，并用影、塔架、玉梦、关联的概念元素，串联整个舞蹈作品的架构。从这些涂鸦呢，来去发展动作的一个发想。那他请这个舞者呢，截取这7张的这个涂鸦的创作呢，然后请专业舞者呢来去从他们自身的经验呢来去衍生这样子的一个涂鸦的人设的想象。那并且呢，赋予这些涂鸦、这些身体的表演呢一些故事的一个发展。去年伫台中甲台北演出，让这出作品受到好评。团长表示，今年剧团就算是伫咧亏损的状况，也一定爱把这出戏演给台南的观众。为4月22号开始，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连演3场，欢迎大家前往观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